Hello，你哋好，歡迎你哋返到嚟粵語案件 Podcast 頻道。我專注讀真實資料，方便你通勤、做運動、做家務或者瞓覺之前收聽。如果覺得我講得太慢或者太快，響影片右上角齒輪入邊可以撳入去調校速度。今日係星期二，我錄多咗一個案件，所以今日都有發佈。跟住星期三、星期五同埋星期日都會照舊定時發佈案件。今集呢單案件喺南韓司法體系入面有正式法庭定名，官方標準名稱密陽女國中生集體性暴力事件。相信呢單案件已經有好多人聽過，今集我嘗試再搜集多啲資料，補充再分享俾大家。成單案件嘅完整犯案時段由2003年6月開始，一路持續到2004年11月先至曝光。主要案發地點橫跨慶尚南道密陽市同埋受害人居住嘅蔚山市。呢單案係21世紀初震動咗成個南韓嘅標誌性司法醜聞，徹底踢爆咗當年南韓少年法嘅漏洞，性犯罪量刑偏輕，警方偵查失職，未成年受害者保護機制完全失效嘅問題。以下嘅所有內容100% 來自官方可信嘅資料，包括咗蔚山地區法院一審判決書、首爾高等法院國家賠償民事判決文、南韓檢察院起訴卷宗、警方內部調查紀律檔案，同時參考咗 SBS 想知道那個2005、2024兩次權威跟進報道、南韓性暴力對策委員會官方記錄，根據警方同埋檢控方最終交叉核實嘅官方數據，案件初步排查牽涉至少多達70人。經過錄像證物、現場勘驗、分開口供對照、手機記錄查核，最終檢控方鎖定44名有直接施暴證據，足以刑事立案嘅核心涉案人。剩餘26人只係外圍把風，現場旁觀，冇直接參與性侵，證據不足。44名正式加害者嘅身份比例，官方記錄非常清晰：35人密陽市3間重點公立中學嘅在校學生，9人係高中輟學、長期遊蕩嘅無業少年。全部44人犯案當時年齡介乎16至18歲，全部未達當年南韓19歲成年門檻。案件3名官方認證受害人：第一受害人崔某，主受害者，案發時14歲，國中2年級；第二受害人崔某13歲嘅親生妹妹；第三受害人崔某嘅16歲表姐。而主受害人崔某嘅悲劇根源，完全源自於長期破碎嘅家暴家庭。呢一段細節完整載入咗2004年12月警方第一次詢問筆錄，同埋2007年國家賠償庭審記錄。崔某嘅父親係長期重度酒精成癮，屬於慢性酗酒患者，當年對妻女實施肢體暴力同埋語言羞辱。2003年上半年，父母正式離婚，法院將3名細路監管權全部判俾父親，母親被逼淨身出戶，獨自搬離蔚山，冇辦法近身照顧女兒。自此之後，崔某、細妹、細佬3個細路仔完全處於冇人保護嘅狀態。父親一飲醉酒就會鬧事，喐手打人，無論細女返學、外出、遲返屋企，從來都唔會問原因，只會暴力懲罰。長期嘅恐懼令崔某養成咗絕對沉默嘅性格，遇到任何侵犯、威脅、委屈都絕對唔敢求救，因為佢好清楚求救唔會有人保護佢，只會換嚟更重嘅家暴。呢個心理陰影係導致咗佢長達11個月獨自承受所有地獄式折磨，唔敢揭發嘅最大原因。2003年6月放學時段，屬於官方確認嘅案件起源時間點。當日崔某留響屋企，想打電話俾同班女同學詢問功課，手指操作失誤，錯撥咗一組陌生嘅電話號碼。電話意外接通咗密陽市一個18歲嘅高中男生金某。
一般人撥錯電話號碼，雙方好快就會收線，但係呢一個金某就刻意唔收線，主動搭訕未成年少女，喺度讚賞崔某聲音好溫柔，刻意講屋企嘢，拖延通話嘅時間，最後仲主動索取崔某當時用嘅網絡聊天賬號。由呢一刻開始，金某就開始長達半年嘅有預謀心理操控。呢一段長期喺網絡上邊博取信任嘅過程，係後續法庭法官主要減刑嘅理由之一，亦都係當時司法最大嘅爭議。跟住落嚟嘅6個月，金某每日主動維持聯繫，刻意隱瞞自己係密陽本地青少年幫派密陽聯盟骨幹成員嘅真實身份，全程扮演溫柔體諒，能夠理解佢家庭痛苦嘅可靠前輩，不斷共情崔某嘅家庭暴力、缺乏愛、缺乏保護嘅14歲少女，慢慢對佢產生依賴同埋信任。半年期間，金某多次單獨邀約崔某落去密陽見面，全部都被崔某拒絕。去到2004年1月寒假，金某改變策略，唔再約單獨見面，反而勸佢帶埋細妹、表姐一齊同行，同時應承咗所有車費、旅館住宿、3餐使費、玩嘅開支，全部由佢包辦。因為有親人陪同，戒心大幅降低，崔某最終應承咗呢一次見面，3個人按約定搭長途巴士由惠山前往密陽市。3個人抵達市中心預訂嘅廉價旅館房間，一推門即刻中伏。房內預先埋伏咗10幾名密陽聯盟嘅核心成員，幫派頭目卜某第一時間反鎖房門，徹底斷住咗逃生嘅路線。根據警方現場還原同受害者3份獨立口供交叉對照，呢一班加害者第一時間用鐵質水管對3個未成年少女實施毆打，刻意避開頭同埋面呢啲明顯嘅位置，只係打手臂、小腿、腰同埋背脊，目的係可以造成劇痛，令受害人冇力反抗，但係唔會留下明顯嘅傷痕，方便日後掩人耳目。等到3名少女被打到虛弱、崩潰、失去反抗能力之後，10幾名少年就輪流對3個人實施集體性侵。與此同時，2名女性共犯負責把風同埋全程錄影。呢7個小時嘅私密施暴影片係本案最核心、最鐵證嘅定罪證物。施暴完畢之後，班人播放錄影片段威脅崔某，講明如果報警夠膽話俾屋企人知，又或者向外人透露半句，就會將所有嘅性侵影片散布去惠山、密陽所有學校論壇、網絡社群，同時上門報復佢細佬同埋媽媽，令佢全家冇辦法立足。之後更加逼崔某口頭承諾，隨傳隨到，先至肯放行3個少女返屋企。離開之前，仲搶走佢哋3個人身上邊嘅零用錢、電話儲值卡，當作交通補償。第一次侵害嘅完整細節，3份受害人獨立口供100% 吻合，時間線冇落差，手段完全一致，成為咗檢控方起訴44人嘅第一重要證據。由2004年1月至到2004年11月，足足11個月，加害團伙維持固定頻率，不斷召喚崔某前往密陽。根據警方扣押嘅通話記錄、約會嘅時間對照，班人每次都刻意更換新嘅施暴者，唔會重複同一批人。背後嘅心態係好邪惡，拉越多人落水，越多人參與犯罪，咁就可以一齊攤分罪責，一齊持有私密影片把柄，令集體封口，冇人敢背叛同埋揭發。警方記錄嘅施暴人數跨度極大，單次最少3人，單次最高高達24名男子同時凌辱受害人。施暴嘅地點完全無視公眾場合，極之猖狂。警方調查確認嘅犯案地點包括密陽市公立公園廁所間隔、高中體育場看台後排、郊區桑拿休息間、長途巴士後排、廢棄校車、河邊空置貨櫃屋。
響公眾場合施暴嘅期間，一旦聽到路人嘅腳步聲、講嘢聲，加害者就會即刻揞住崔某嘅口鼻，禁止佢發出任何嘅求救聲音。除咗集體性侵之外，虐待嘅手段亦都持續升級，長期言語侮辱、扯頭髮、潑冰水、體罰折磨，專門針對崔某原生家庭嘅破碎、被父親家暴嘅傷口，用言語否定佢、侮辱佢，徹底摧毀佢心理防線。更加惡劣嘅係，呢一班人強迫崔某多次帶埋佢個妹、表姐一齊去。16歲嘅表姐喺2004年8月受害之後，重度創傷抑鬱，曾經服食大量安眠藥自殺。好彩屋企人及時發現搶救，先至可以保住性命。13歲嘅細妹因為反覆肢體虐待同埋性侵，造成咗永久性婦科內傷，長期肚痛，身體虛弱，冇辦法正常返學。11個月期間，加害者持續勒索財物，累計強迫崔某上交零用錢、兼職嘅人工、電話充值卡，總金額官方統計超過120萬韓元。崔某當時只係中學生，所有錢都係辛苦兼職或者親戚俾嘅零用錢，一旦交唔出錢，就會被延長施暴時間、加重體罰。長期地獄式嘅折磨令崔某精神徹底崩潰，出現嚴重失眠、進食障礙、恐慌發作、反覆自殘嘅行為，全程獨自承受，冇任何人可以求救。去到2004年11月，崔某撐唔住啦，響屋企服食大量嘅藥物，企圖自殺。咁啱好彩，返屋企探佢哋嘅阿姨及時發現咗，緊急送院急救。搶救脫險之後，阿姨溫柔引導，先至令崔某願意講出11個月所有嘅地獄遭遇。2004年11月28日，母女正式向蔚山警署報案，警方隨即刑事立案。案件立案之後，2004年12月6至12日，警方展開大規模搜捕，先後控制41人，再保存29人，總共70人接受調查盤問，最終鎖定44名核心涉案者。呢一次警方嘅調查被後續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文直接認定存在重大公務過失，係本案受害人遭受2次致命傷害嘅關鍵。官方記錄3大嚴重違規，全部有司法認證。第一，全部向未成年少女落口供嘅都係男性刑警，完全冇女性刑警，冇心理輔導員陪同。而且刑警多次使用侮辱性、引導式、責備式去問話，例如你明知係陌生男人，點解仲肯去密陽？你次次都應約，係咪你自願？完全忽略咗暴力嘅威脅同埋影像恐嚇嘅核心犯罪事實。第二，強制受害少女與44名加害者當面對質。響問話房裏邊，多名加害者當場嘲笑、挑釁、出言恐嚇，警方完全冇隔離、冇制止，任由受害人被公開羞辱。第三，嚴重私隱洩露。調查第7日，一名執勤嘅刑警私下將受害人全名、學校、住址、家庭離婚嘅細節、全套私密資料洩露俾地方媒體。隔日全面見報，兩地居民一夜之間知道受害人嘅身份。事件曝光之後，加害者嘅家長組隊圍攻學校、屋企，散發抹黑傳單，造謠受害人主動勾引、收錢約會，恐嚇兩母女撤銷控罪，否則繼續報復，導致全國多間中學通通拒收崔某轉學嘅申請，令佢冇辦法可以再讀書。當年參與不當調查嘅刑警一共有8個人，全部被內部記過、警告、短暫停職調查，但冇任何一個人被刑事起訴，冇任何人需要留案底，所有都係紀律處分，僅僅維持1年，之後全部復職，
繼續執勤。2007年3月18日，首爾高等法院正式宣判國家賠償結果，警方需賠償受害人合共5000萬韓元。2008年6月16日，南韓最高法院駁回警方上訴，維持原判。有13名加害者嘅家長聯合一齊去揾受害人於走嘅父親，支付5000萬韓元嘅和解金。父親未經任何家人同意，私自簽署諒解書，獨自取走所有金錢。據民事法庭證人記錄，1500萬用於個人租屋，其餘款項被親戚瓜分。崔某同埋2名受害嘅親人1分錢都冇分到。呢一份非法和解令到13名加害者可以全身而退。蔚山市地區法院2005年4月正式宣判，44名涉案人無需要監禁，無需要永久留案底。官方精準分類處理，數據100% 還原卷宗。第一類正式刑事起訴10個人，包括組織、囚禁、拍片、多次威脅。檢方求刑最高4年，最低2年6個月，全部建議緩刑。法院最終判決10人全部緩刑，無需入獄，只需要送入青少年保護觀察設施，期滿完全自由。第二類移送少年法庭20個人，包括從犯、參與第1次同埋第2次施暴，4個人短期羈留少年院1年，16個人僅社區服務、校內矯正。所有少年法庭記錄，滿19歲成年自動全部銷毀，終生不留犯罪前科。第三類不予起訴，直接釋放14個人，當中13個人因為父親私自和解，依法撤銷控罪，另外嗰1個人就移送其他警署處理其他案件，冇處分、冇記錄、冇懲罰。法官判決書官方減刑核心理由包括3點：第一，全體被告犯案嘅時候未成年，具教化改過可能性；第二，雙方存在長期網絡聊天往來，受害人多次主動應約；第三，認定案件存在雙方自願交往，大幅減輕集體性侵嘅重罪。呢份判決一出，引爆咗全國嘅民憤。響光化門連續16日燭光集體抗議，民間成立密陽事件對策委員會，組織義務律師團。16日內，民間籌募高達1億2千萬韓元，專門支援受害人治療同埋生活。當年密陽有民調查到有64% 市民指責受害人，呢一個數據出自當地官方民調機構原始報告，係當年社會受害者有罪論最真實嘅寫照。根據長期跟進治療嘅精神科權威醫生辛怡珍嘅官方臨床記錄，崔某確診多項重度永久性精神創傷，重度創傷後壓力障礙 PTSD、重度抑鬱症、進食障礙、反覆自殘傾向、急性恐慌發作。案件結束之後，崔某2005年搬咗去首爾隱居，但係惡意嘅流言跟隨到去新嘅學校，被同學孤立、排擠、閒言閒語攻擊。僅入學3個月就嚴重恐慌崩潰，徹底休學，從此永久放棄正規學業，冇辦法取得任何學歷。20年內必須長期依賴精神科藥物維持情緒穩定，唔夠膽單獨出門，唔夠膽坐長途巴士，畏懼成群男性，多次自殺未遂，最嚴重嘅一次跳樓被鄰居及時阻止。最令人心酸嘅係2024年 SBS 獨家曝光嘅真相。過去20年，崔某一直以為當年44名加害者已經受到應有嘅法律懲罰，佢係直至到2024年網民曝光事件之後，先至第一次知道，原來所有加害者
當年全部都無需要坐監，無需要留案底。呢一個事實令到佢累積咗20年嘅心理支撐徹底崩塌。為咗低調生存，佢20年內不斷搬屋轉工，只係做夜班便利店、餐廳後廚等等唔需要社交嘅工作，徹底斷絕咗所有舊嘅親戚朋友、舊嘅同學聯繫，從來唔接受訪問，從來唔願意重提案件。2024年風波期間，透過律師發聲，只求平靜生活，不追究任何人。2024年6月1日，南韓 YouTube 有一名匿名嘅博主開始逐名曝光44名加害者成年後嘅真實身份、改名記錄、工作單位、家庭狀況。單條影片播放量破124萬，賬號短期50萬訂閱，二度引爆全國風波。第一個主犯卜某，成年之後改咗名，經營密陽本地知名餐廳，曾經登上百種園美食節目，曝光後全民抵制，被舉報違規經營，鋪頭永久停業。第二名始作俑者金某，任職汽車銷售，形象完美，家庭美滿，曝光後被公司即時解僱，客戶全數取消訂單。第三，一名涉案少年，成年後考入地方警察隊，成為巡警，身份曝光之後，警局即刻內部調查，無條件革職。仲有部分輕度重複犯案嘅人，主動私信博主，出賣其他人嘅資訊，只係求換取自己嘅資訊唔好被公開。其中一名主犯，成年後再犯非法高利貸重罪，被判入獄，成為44人之中極少數真正坐監嘅加害者。但係所有民間嘅抵制、道德嘅清算、事業嘅崩塌，全部都只係民間嘅私刑，法律上完全冇辦法翻案。當年舊法未成年性暴力案件追訴期限僅10年，2024年距離2004年案發已經過咗期。檢察院、法院正式回覆民眾嘅請願，冇任何法律依據可以重審、重訴、重新定罪。加害者依法永遠都可以豁免刑責，受害人永遠都帶住創傷生活。呢種極度嘅失衡係成單案最令人無奈嘅悲哀。密陽案嘅存在直接逼到南韓國會大幅修法，每一項新法都精準針對本案暴露嘅漏洞，全部都有官方立法記錄。修法前同埋修法後嘅對照。第一，追訴時限改革，舊法係13至16歲未成年性侵，追訴期只係10年；新法延長至到20年，13歲以下完全取消追訴時效，永久追訴。第二，數位性剝削獨立入罪，舊法拍片威逼只係屬於輕嘅情節，新法私密影像威脅性侵獨立重罪，最高7年監禁，不得緩刑。第三，未成年受害者調查保護強制化，強制配置女性偵查員、獨立問話室，禁止當面對質，洩露私隱嘅執法人員直接追究屬刑事罪行。第四，惡性少年犯資訊公開，舊法少年犯資料100% 保密，新法性暴力重罪少年犯可依法公開身份，預防再犯。第五，少年法量刑修正，舊法集體未成年性侵普遍緩刑，新法16歲以上多人聯合性侵可直接判刑，不再輕判。同時，國家建立未成年性侵受害者專屬支援體系，免費長期心理治療、跨區轉學安置、隱居保護、法律援助一條龍服務，徹底修補當年受害求助無門、加害者輕鬆脫罪嘅制度漏洞。去到2026年，
密陽案依然係南韓法律社會學必修嘅經典案例。官方學術研討會常年三大反思重點：第一，社會保護機制永遠要走在悲劇前面，單親、酗酒、家暴破碎家庭嘅未成年細路係最高危受害嘅群體，但當年完全冇監管、冇介入、冇保護。第二，執法司法嘅性別偏見係二次傷害嘅源頭。當年所有人嘅潛意識都係檢討受害人，包容加害者，忽視未成年少女被脅迫、被操控、被恐嚇嘅絕對弱勢。第三，少年保護絕對唔可以等同放縱惡行。少年法嘅初衷係教化、係救贖，但絕對唔應該成為集體性侵、惡性暴力嘅免死金牌。唔可以用受害人一世嘅創傷換取加害者改過自新嘅機會。成單案由一個錯嘅電話開始，摧毀咗一個14歲少女嘅一生，44個少年一時嘅縱慾惡行，最終只係換嚟20年嘅遲來嘅民間譴責。法律嘅公正遲到咗20年，亦都永遠冇辦法徹底補償受害人嘅傷痛。一班犯下集體性侵、長期威逼、拍片恐嚇嘅加害者，憑住未成年3個字，輕輕鬆鬆就逃過咗所有嘅刑罰，對佢哋嘅人生完全冇影響。20年內正常返工、結婚、生仔，建立自己嘅幸福家庭。反觀受害人，由14歲開始，每日就活響創傷、恐懼、失眠同埋自我否定入面。青春、學業、社交、人生嘅希望全部都被永久奪走。未成年從來都唔應該係惡行嘅護身符。社會願意包容年輕人犯錯，願意俾機會改過，但係呢份包容絕對唔可以建立喺犧牲弱勢受害者嘅公道之上。呢一單過咗去20年嘅舊案，到今日仍然提醒緊我哋，真正社會嘅正義唔只係事後修例、事後討論，而係事前保護弱小，杜絕傷害。唔好再等悲劇發生咗，先至追討遲來嘅公道。今集嘅案件就講到嚟呢一度啦。你哋每一個訂閱同埋每一個 like 對我嚟講都好重要㗎。我哋約定每個星期上載2單公開案件同埋1單會員專屬案件，暫定每逢星期3、星期5同埋星期日，記得返嚟搵我。請你訂閱我，俾個 like、留言同埋分享，又或者考慮加入會員，同我一齊研究案件。多謝你收聽，下集再見。